是咱会当做伙来祈祷，做伙来敬拜。这个时阵，邀请咱先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伫这个主日的礼拜，只感谢你，互阮有机会通敬拜你，互阮通知影有一位耶稣基督甘愿为着咱来出世做人，伫阮的患难中，甲阮相行起，成做阮的帮赞。所以今仔日主愿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互阮搁较济来认捌你，嘛通倚靠你的名来祈祷。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只是邀请咱大声用这首诗歌，就是耶稣知影我的心，来成做咱的祈祷。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互我生命。赐我平安，赐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话明白，伊拢了解，刺激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搁一摆来讲，耶稣知影我的心。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互我生命。赐我平安，赐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话明白，伊拢了解，刺激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为着今仔日家己当认捌主耶稣，后倚靠主来感谢祈祷。第二嘛为着礼拜会当来亲近主，领受伊的慈爱来祈祷。邀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奉献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主啊，感谢你，应算万家之力。主啊，你许赐我们平安喜乐，因为传福音是你的心。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要温柔你今仔日，透过今仔日的礼拜，我们来亲近你，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的生命得到你的引带，通认捌你，通知影你是阮生命的主。主啊，伫这个圣诞主日的礼拜，我们来学到你，我们更较深来感谢主，因为咱毋是因为阮毋是伫生命真顺遂的时来认捌你，有时是伫阮有真侪破碎，有真侪苦难的时，主啊，对这个时阵，阮知影你是阮的主，阮知影你是阮生命的倚靠，对这来认捌你是阮上大的喜乐。求主伫今仔日圣诞主日，将圣诞节的这个意义更较深来灌压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是伫辛苦的时、伫苦难的时，也是伫欢喜的时，拢和阮每一个人三角行的主，你了解阮每一个人的心。求你帮助阮更较深来学乐你，更较深来敬拜你，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搁来吟一摆这首诗歌，耶稣知影我的心。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互我心。
的代祷来公祷来祈祷。第二，咱为着教会逐家庭的集体来祈祷，无论是身边还未信主的家人，还是为着咱中间有需要的兄弟的身体，还是工作，还是家庭，还是财务，还是经济，咱为着咱中间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现在主要是我们感谢你，主要感谢你，谢主我现在我的信仰里面，主要这些对我的存在啊，然后我教会所有家庭的主要对你心思到我身上的家庭里面，主要可以刚刚各主的一起，主要可以刚刚我跟主就是你来为你一起一起主要的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感动，你印证我们的在主的主要的感谢。亲爱的主耶稣，伫这个圣诞节期的期间，主啊，阮有真侪小组是伫真拍拼伫传福音，嘛做要来邀请无共的朋友来认捌你，来认捌你的福音伫阮心内中的坎坷。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有这个机会来服侍彼此，嘛服侍你。求主你伫这个节日，互阮每一个人的生命，搁一摆来互你点倒，互阮搁一摆来看起这个福音对阮的生命，对阮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偌好的一个好消息。主要说恳求你来使用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有病痛，还是有辛苦，还是还未了解福音的人，会当得到你的恩典，来了解你的好消息，是会当来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互咱的生命搁一摆来对你来了解到搁较好的一个角度，搁较好的一个眼界。主的圣神恳求你，以今仔日的礼拜来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伫你的面前，就会当三甲甲你欢喜，三甲来领受这个天国的快乐。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只是煞食咱嘛为着教会，搁有社区来祈祷。第一，为着牧者，搁有长职，搁有单位的同工，伫这个节期会当得到安息来代祷。第二，为着上帝国度的权能会当彰显，福音会当传到世界各所在来祈祷。这是邀请咱三甲开嘴来祈祷。现在主要说，感谢你，感谢你，我要万念归心，我配合你，感谢你，给我的主，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不要超出主的旨意，主啊，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天官，主啊，谢谢你，天主啊，感谢你的，只是邀请咱哥三甲来吟这首诗歌，耶稣知影我的心。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互我生命，使我平安，使我一路行过往无路，因为你被伊拢了解，真奇我的目屎，互我真实在。让我做袂到。
当敬拜你是阮生命中上介大的福气。主啊，感谢你将敬拜你的喜乐，接着圣神下伫阮的心内。只是邀请咱大家三角起立，来敬俄勒上帝耶稣主耶稣基督的时光。哈利路亚，我要俄勒主。哈利路亚，我要俄勒主。哈利路亚，我要俄勒主。俄勒王有主。各祭拜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俄勒主。哈利路亚，我要俄勒主。哈利路亚，我要俄勒主。俄勒王有主。一定的记上这些，泪就哈利路亚的关系，刷屏的会让地平，泪就哈利路亚的关系，放手的你，泪就哈利路亚的关系，别怕你有了运气，快乐的日子。各祭拜敬哈利路亚俄勒主。创造来教示阮，互阮知影你是天地的主，就通学了，就通挖靠你。主耶稣，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更较深来挖靠你的福音。主啊，因为你清清知影你的世界，你嘛清清了解你的囝儿。恳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这个稳定，互阮更较深来挖靠你。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只是邀请咱来唱这首诗歌，耶稣全地的主。咱的必上，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拢知。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有
啊，求你帮助阮对你感谢的一个礼拜，搁较亲来认捌，你嘛是阮每一个人性命的主。阮需要的是咱呼求你，嘛呼求你来掌管伫阮的国家台湾，互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听到你的福音，嘛帮助阮真做你的器皿，会当来服侍咱身边的兄弟。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也请咱来吟圣诗第54首。主，创造的主，恩典的主，疼世间人的主。主啊，伫今仔日，阮大家同自集，是为着要来欢喜迎接主耶稣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毋但是一个故事，更较是对每一个兄弟姊妹一个生命改变的开始。主啊，愿阮今仔日大家同心自集的敬拜。无论是台顶、台骹，无论是诗歌，也是主你的话，求你拢互阮对心底去感受到耶稣基督出世伫地面上，是对每一个你的百姓大大生命改变重要的关键。愿阮用学乐、称颂、感谢主，也用诗歌、你的话三角来勉励，愿你会荣耀伫这个圣殿来显现，也愿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心领受这个恩典的礼物甲祝福。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
咱三个来启用，启用文39篇，以赛亚第2章。伫将来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比拢总的山岭较悬，万万国国拢拢会会一一话话来来归归依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来去上雅国的上帝的殿，夜营夜道路教示咱，条路。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伫万民中排解纷争，因会将刀拍做犁头，化做盐啊！一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雅国的家啊，就来。咱做伙来祈祷。我伫天顶的阿爸爸，阮感谢你，赐予阮极大的慈爱。你将拯救的信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带予阮世间人。就即个恩典，互阮会当通过主耶稣基督，直接甲阿爸爸你三角结连。因为主耶稣，互阮的忧伤变成喜乐，互丧凶变做富足。伫艰苦人的中间，因会当来呼求耶稣，来得到勇气，突破困境。互阮伫病痛中的人有恢复健康的信心。跋倒的人会当得到快乐，重新徛在。天父，伫每一摆的圣诞节，拢是搁一届，互阮反省家己的信仰，是毋是？互即个社会来污染，迷死阮家己。愿即个圣诞的好日子，带互阮持续信心、勇气。也带互阮谦卑甲温柔的心，也带互阮有新活命的快乐。愿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时时伫阮的心中帮助阮的生命，搁较完全，搁较合主的旨意。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圣歌队献诗，总共有3首诗，请圣歌队。伫起头，
上帝有讲，伊一开喙，地就形成。伊的神运行伫水面，也深渊的顶面是黑暗。上帝搁开喙，就有灿烂光明。伊做强枪，也做星星。伫迄日，就是伫起头的时，道就甲上帝相甲伫地，道就是上帝。伊是万物，活命真光，万合物拢是对道来创造。伫迄日，伫正光明的白甲启明星的面前，强枪播扬上帝的荣光。正天使快乐出大声，正天神也开始唱歌。伫碧丽行半暝天边，启明星出现啦。美丽亲像月娘，光明亲像星座。伊亲像早起时的光，亲像天光出现伫万里无云的早起，亲像大雨以后灿烂的光明。总是当玛利亚抱着正光明的源头。伊的面充满母爱的光辉，天顶忽然充满上帝的阳光，暗暝充满了属天的音乐。
就安尼，即个婴仔弥赛亚，即位救主，敢要拯救咱，亲像早时对伯利恒拯救伊的百姓一样，伊将伊的公义赏赐互咱。那咱着怎样去回应即款奇妙？却是咱袂堪得的礼物啊！咱袂当恬恬无出声，因为咱若恬恬无出声，连石头就拢要为着咱来出大声学落啦。所以，咱着甲伟大的诗篇作者三甲大声讲：我的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今仔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会做；伊好你，拢总会变。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冕旒，用好米祝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咱圣诞的恬静到这为止啦，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乐伊。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着出大声；世界甲点伫迄中间的，也着出大声。愿大水拍手。愿这个山伫耶和华面前出欢喜的声，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出大声。
共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第6节到第7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有光照因。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守侍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富强人。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第2段记载伫约翰一书第4章9至10节。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对即个上帝的疼显明伫咱中间，毋是咱疼上帝，是伊有疼咱。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疼。讲到救主基督为着疼来降生，请合牧师。真感谢主，互咱伫遮做伙，同心来欢喜咱的救主耶稣降生的赞美的礼拜。咱真多谢圣乐队拄则用3首赞美的诗歌，带咱来经历着耶稣降生的欢喜。这个欢喜，毋是当时伫迄个犹太地遐个朴素，也是遐个各样的。是讲关系伫万百姓。当耶稣基督的降生，咱每一遍基督徒用专心伫遮聚集，为着要来学乐感谢。到底伊对咱的意义显明是甚物呢？伊是安有一个永恒的救恩，毋是单单一个故事甲历史那定。咱要通过这两段的圣经节。甲咱大家三甲来学习，咱要分享进前，咱大声过来做一祈祷。主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疼，互阮经历着你的同在，你的喜乐，你的平安。特别是阮今仔日大家欢喜庆祝主耶稣的降生。这个降生是每一个基督徒时时伫生命中伫领受、伫思考。伫感谢、伫印证的，愿阮今仔日的敬拜，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拢经历着上帝恩典祝福，阮逐人拢有份。愿你的平安也甲阮三甲伫地。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拄则读两位圣经节，一位是以赛亚书，是即个以赛亚即个先知。伫耶稣出世700几年前所做的预告，咱今仔是伫后边的人来看迄段经文，互你有甚物款的感受？即个有一个历史背景，小等下咱搁一遍来复习。当第2段的经文是约翰一书4章9到10节，伊直接就是咧回应。咱的主耶稣降生所带予咱迄个属灵的意义啦，迄个属灵的意义，迄个意义就是咧讲起着伊找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目的是为着甚物？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耶稣来世间是要互咱得活命，这是咱基督徒爱定伫迄个所在提醒。咱是要得到活命，因为咱有耶稣。上帝将耶稣赏赐予咱，就是要将伊的疼显明伫咱中间。第10节，伊阁讲一遍，是安怎，互咱得到活命呢？伊讲，毋是咱先捌上帝，要甲上帝讨即个
伊的囝，伊的独生囝，神呢以大声听咱。啊，然后找这位囝来到世间，是要做赎罪祭。来世间是有任务的，来世间毋是一个英雄人物，啊，亲像举一支关刀扫落到地，逐项代志拢解决，是咱的主耶稣亲自付上代价，付上赎罪的祭，啊，所以来赎咱的罪。也安尼，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着疼来降生，这是因为整个的关键是世间人是上帝所疼。啊，所以咱搁回顾以赛亚这个先知是安那会做这款的预言啦吼？伊无可能懵懵白白吼，啊，就突然间发一个预言讲有啥物代志要来啊？你较有迄个历史背景啦。遐尼姊妹，毋知最近你有咧注意到吼？有哪有一个印度的少年家吼，还讲啥物天才有无？伊咧做预言吼，啊，就足侪新闻写讲哦有影哦，伊预言4项哦，毋知实现几项啦安尼吼。啊，咱无迄个科学的实证啦。毋过我有一个感受吼，准讲伊讲的是真啦。问题是迄个真对咱基督徒，对咱百姓，对咱世界有啥物意义？只是比如讲啊，5日后要发生啥物代志，啊，牧师吼较鸡婆，甲恁讲5日后吼，咱台湾有啥物代志？啊，发生到底，你会互人我封闭无？这是第一点。第二，对咱人类有帮助无？吼，啊，若无是变做一个新闻人物，吼，啊，伊的网络可能吼，我点阅率足悬安尼。毋过有一位先知，伊的预言宣告是700几年前就宣告啊。而且这个宣告这个上帝独一的囝儿降临伫地面上，伊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是要带来拯救的。因为历史上吼，包括中国有真侪预言书啦，吼，什么推背图啦，有无吼？啊，廖碧云的什么迄个阴惨啦，拢是咧讲迄个灾难，对无？拢讲灾害。啊，若要讲灾难甲灾害，我嘛会晓讲。哦，明年的确有风台，哦，啊，这嘛是一个预言呐。关键是在于耶稣这个预言是带来生命改变。啊，这个生命改变就是今仔日咱伫这个圣歌队唱出这俄勒的诗歌了，搁一遍来复习这个上帝的宝贵，伊的疼。这个预言。若是对事实的记载，就是马太福音1章18节到20节，吼。这段经文呢，真单纯、真简洁来讲出耶稣出世的状况啦，吼。1章18节讲，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这是一位少女，都还未嫁出去的。啊，就对圣神来怀孕，这是耶稣出世的头一个奥秘，吼，毋是经过人类迄种生命传承的这个历程，是圣神直接有一个胚胎放伫这位少女玛利亚的身上。啊，所以19节讲伊的翁婿，伊未婚夫吼，约瑟正直啦。伊知影即个代志了吼，当然一定是感觉讲足戆影啊！我即个还未娶过来，新妇已经怀孕啦吼啊！那安尼话的确吼会歹名声。啊，伊阁无想要吼即个未婚妻，互伊歹做人，所以安怎呢？伊讲暗中解除婚约，安尼什么意思？那照讲，安尼男方是受害者嘛？吼，我袂甲你讨聘金、讨双倍嘛会使吼，也是讲甲你的名声用互伊插。吼，咱台湾吼，迄影歌星吼，若婚姻好的时阵吼，翕甲足亲密的。啊，若无好吼，讲什么核弹级的，安尼甲你讲，甲拍甲互你安尼，怎袂做人就对啦吼。人约瑟吼，人足正直的。非常的有道德，所以伊就讲暗中要来解除，因为伫当时迄种封闭的社会，未婚来怀孕是足严重的代志。
当天使出来解围啦，天使出来解围。讲约瑟在想这个代志的时阵，伫眠梦中，主的天使对伊出现，眠梦中天使出现，讲即句决定性的话，代表了互的后代约瑟毋免惊，就带即个玛利亚入门做某，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这个有两项意义，头一项是互约瑟明白代志的因缘，因为约瑟若是讲一个正直的查甫囡仔，伊会感觉讲啊，是毋是即个妇人人安尼无守妇道，吼啊，凊彩交朋友嘛，啊，所以伊甲伊讲即个答案。第二是讲你的未入门的太太，毋只干是一个纯洁的女性，伊更较是一位上帝所恩待、所祝福的一位耶稣基督救世主的老母。毋是身份拍低去，名声拍歹去，是甲伊高升到特别天主教将玛利亚形做圣庙，圣庙。兄弟姊妹，好，这个故事后壁面阁有一段。马太福音19:22到20:30讲，这一切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甲这个圣神怀孕的故事，互约瑟心释怀了后，伊咧讲这是要印证先知所讲的话，就是咧讲以赛亚所讲的。你看，在色女会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感谢主，伊的奇妙印证，连马太福音将耶稣出世的故事，直接替咱，伊从替咱设计就对啦，替咱连结去到伫700几年前以赛亚先知有言救主的降生，安尼前后拢总差740年，740年。兄弟姊妹，咱一个人活74岁吼，74岁，安尼就算真标准啊，敢毋是？啊，740年，也会使讲是老长的时间。当当时以赛亚，伊所做的预言有一个历史背景，因为以赛亚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阿哈斯咧做犹大王的时代，阿哈斯啦吼，这个王在做犹大王，啊，他发生一件战争，迄阵北国也未灭亡，北国以色列，因兄弟也有分家嘛吼，这是迄个列王记啊历代志这段历史记载的故事啦，啊，他发生讲兄弟无相敬啦。这个以色列王比加说联合什么？联合北边的叙利亚王，两边要来攻打南边的犹大国，啊是真危险嘛！已经咱讲兵临城下呢，讲叙利亚军队开入去以色列的境内，啊，互犹大王听见，啊，全国的百姓拢惊吓，因为南北对抗都已经安尼实力唔知送赢送输啊，无想讲。伊的兄弟国北国，佮竟然联合着顶面的以叙利亚，要来甲因攻打。啊，所以呢，上帝就差遣以赛亚去见这个阿哈斯王，甲伊应该是甲伊定睛，甲伊安慰，甲伊鼓励。伊安怎讲？讲你去提醒伊，叫伊来定定，毋通惊。伊讲利顺王甲伊的叙利亚军队，以及佮加上以色列这个比加王的，因的生气吼，伊甲说明讲，亲像两支茶烧了吼，啊，剩迄烟咧呛安尼尔，火拢烧了啊，吼，免惊伊就对啦，连味就失去啊啦。你若甲配一个烂啊，压一个水吼，伊就无去啊。但是迄个精势吼，对这个阿哈斯王伊都烦恼咧、忧闷惊吓呢，
当伊咧听到以赛亚咧讲这话的时阵，哇！这个阿哈斯吼，伊客气甲伊应答啦，客气甲应答。以赛亚讲：你爱甲上帝求一个记号，吼这个记号是对天顶来的，就是要互你听，要互你了解。总是呢，这个阿哈斯吼，心内已经有家己的底啊。伊毋是对上帝信靠啦，伊是家己另外有伊家己想要用伊的方法来解决。伊搁去连接别国，伊是讲出卖家己啦，去甲人结连，想要来对抗安尼。所以伊才客气甲以赛亚先知讲无啦，我无要请求记号啦，讲伊客气讲我袂使试探主啦，因咱咧甲祈祷上帝，上帝求的时阵，上帝互我一个记号。咱是诚心实意嘛。这个王都无想要甲上帝求啊，所以就假无义讲，哎呀，我无想要试探主安尼啦。所以伫即款背景，伫迄个犹大国岌岌可危的时阵，这个以赛亚先知才对遮讲出迄段话，讲出迄段话，就是讲，大笔的子孙啊，恁都爱听。恁难道要互上帝来厌烦吗？主要亲自赐恁一个记号，有在世女要怀孕生囝，要甲伊号名做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对伫阿哈斯来讲，等于听了都亲像马尼东风，无什么意义。以赛亚做的宣告，伊嘛毋知影上帝爱伊讲这是咧表示什么。后来伊可能知，但是知影讲毋是，这个阿哈斯王无要接受，所以这个预言、这个宣告就是740年后才来出现。所以以赛亚所宣告的这个救世的主，这个以马内利的主，毋只干是要救赎当时的这个犹大的国的百姓，是要对整个人类的生命产生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预言，伫740年后实现。第二是主耶稣的降生，搁一遍咱强调讲，伊是对圣神来感恩，毋是经过人的款式。第三，较重要的是主耶稣的降生，甲一般的人的降生，除了是圣神怀孕来生以外，耶稣基督具备了神性甲人性，毋是一个普通的人。咱圣经内底讲，伊来甲咱做兄弟，迄是伊人性的部分。但是伊的神性，才带来即个拯救产生溃烂就对啦。即个拯救有效，即个拯救产生，即个大功效。所以伫即个所在经节拢有描述出人性甲神性的差别。人性的部分，马太福音16章13节讲，耶稣问学生讲，一般的人讲人子是甚物人？耶稣是遐单纯问讲，亲像即个人吼，人生的囝是甚物人啊？有人甲称呼做上帝囝，但是另面是咧表示讲，这是一个普通某物人的囝。但是你看，彼得安怎回答？16章的16节，西门彼得因来讲：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囝。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囝。耶稣用普通话问，但只干那彼得。对上帝得到启示，讲出讲你是永生上帝的囝。他同款伫拄则，咱会读的经节的中间吼，咱有记载着以赛亚的这段经节吼，第9章的第6节头前段讲，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生，有一个囝儿要赐予咱，一个婴仔，一个囝儿。看起来无啥物无共款吼，婴仔甲囝儿，但这有一个层次的无共款。讲有一个婴仔，就是一般咱所讲的世间吼，咱最近教会吼喜事袂少，有真侪爸爸妈妈吼上帝赏赐伊细囝，讲祝福你这个婴仔平安健康，是人所生的婴仔。但是讲有一个囝，既然有一个囝，表示讲伊毋是干那代表是一个出世红红幼幼的婴仔来听，一个囝就是上帝的囝。所以伫这则经节中间表示出两项的意思：
一个婴仔是表示人性的世间人，一个囝是代表上帝所赏赐恩典的囝儿、救恩的囝儿。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用欢喜的心学乐，无论你参与任何的什么庆祝，我毋茫讲你毋是伫迄个无形中间过去啦。咱教会今年吼，因为都疫情无啥把握，所以咱就无举办迄个大型的吼，讲会友拢客啊，几啊百人拢聚集伫遮吼，毋茫讲疫情莫受影响。所以咱今年特别，咱的小会讲好，鼓励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体、每一个牧区、每一个单位，恁会当家己办，等于化整为零就对啦吼。哇，所以对顶礼拜到昨昏就对，今日最后安尼搁即2天还搁有几啊场，我甲谢牧师，搁咱几个区长吼，咱的小组长安尼，像咧走摊安尼，走来走去，参加，心肝真感动吼，心肝真感动，因为安尼呢，小组拢会当招着因至好的朋友，同事也好，吼，同学也好，也是讲伊的厝边，伊的亲情，因为这个聚会人较无遐济嘛吼，逐个人拢会当讲着话，会当代表关心，有诶是通过安尼准备一寡食物吼，有诶是准备一个小礼物，有诶是通过一张简单的上帝的话，伫遐来交陪。我感觉讲，看起来吼，都也无安尼足闹热足客啦，毋过吼。哇，真多诶，遮个好朋友，拢得到即个美好即个圣诞的信息。这检彩嘛是咱当一个疫情的中间吼，安尼另外一种的修行就对啦吼，另外一种的修行。当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咱基督徒你都爱有一款的真重要的即个清楚理念自信。我招人来参加即个圣诞的。爱餐也好，茶会也好，闹热过，咱要什么互人？迄个礼物只不过是小小吼，一个纪念品啊，听。总是咱都爱互伊知影讲，我招你来吼，即个温馨的晚会，迄是真袂歹啦吼，感觉收真好。但是你要得到的是，比即个礼物大几啊百倍、千倍，就是救主降生，伊为着听。为着听你，为着听我。约翰一书4章第9节讲：上帝找伊独生的囝，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对这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独一的囝表示无其他的代表啊。第二是要互咱得到活命，迄个活命毋是肉体的活命，是要永恒的活命，迄个灵魂真正的活命。然后。是要表达上帝的听，所以主耶稣用人的样式来出世。有人是讲敢就遐麻烦吼？耶稣就上帝上帝就来世间，看是要用迄公风薄雾来啦吼，是要用祭魂来啦，逐项方式吼，拢无问题啦。是安那都爱用迄卑微的降生吼，住迄个碧丽型小所在，佫无客店人大吼。伫一间咧，迄马条有人讲羊条，反正就是咧饲精生的所在。耶稣是安怎咧出现出世？伫世间的宗教吼，伫世间的宗教，无有一个因信的神是对卑微来降生，而且对卑微的人，是呢，伊要印证讲。咱的主耶稣真做一个平凡的人出世，就是要甲你甲我同款，经历了人生的七情六欲，经历了人的苦境，经历了罪的束缚，经历了人的不可奈何，经历了人的这个无能为力，为着要互你知影讲我毋是高高在上，我是要知影你人类所有的欠缺甲困境。但也因为安尼，伊所做的事都无搁再是一个安尼皮的吼，伫表面的，
因为第二项，耶稣是上帝的囝，伊经历遐个苦难，无毋对，甲咱共款。你看耶稣啊，有流目屎有无？耶稣也有巴肚枵，耶稣嘛有生气，做人的迄个模式，伊拢有经历到。也毋过，因为伊是上帝的囝，所以伊才有迄个气力赢过人会死，伊嘛是受定来死啊。毋过伊会赢过死，因为即个上帝的囝有即个神圣的力量，为着死来付出代价，为着人类的死，毋是伊家己的罪，是众人的罪，咱的罪。表示讲，你所有的罪，你所有应该拄着的刑罚，耶稣讲，我替你付。伊毋是亲像银行的迄个写一支笔写讲高消无啊，你的债务甲你消除，啊就无去啊，毋是。伊是讲，毋是爱甲你消除，是我替你付啦，我替你处理这个所有的债务，所有这个罪性，所以伊赢过死，所以才有能力来使着救恩，互世间人得到救赎。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都爱定定去思考这个宝贵的恩典，你才会感觉讲，我会当来到教会做礼拜，会当来认捌咱的主，迄是天大地大的恩典呢。毋是敢若一个样式讲，我落来做礼拜，意思吼，参加即个活动啊，煞转去，我阁等于我家己的。是你爱领受即个救恩，你知影讲，你是一个恩典的囝子，你是一个受救赎的囝子，你是即个无罪一身轻，你是无搁再经历着死亡，迄个灵魂的死，迄款的救恩的囝子，安尼才是咱感觉讲，我神啊，基督徒的荣耀伫遮。而且上帝通过即款耶稣基督的降生，用即个方式来显示伊疼咱，显明上帝有能力，伊会当完成救赎的大权量。啊，所以第10节才搁做一遍来印证吼，讲毋是咱疼上帝，是伊有疼咱，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疼。咱的主将一个天大地大的礼物予咱，伊将家己的囝当作宝贵的礼物赏赐予咱，而且是你我大家拢会当得到的。这得到的是你带来一个印证，带来一个确信，带来一个能力，就是你会当经历到耶稣基督迄个救恩，经历到伊活命重新再起。所以咱才会伫圣经内底看见讲，当即阵我的无搁再是我，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我。安尼即个话吼，毋是用话安表示尔呢，是真正耶稣基督救恩，耶稣基督的活命伫你我内底的我。啊，所以咱知影讲，主耶稣毋是用伊的能力啦，拄则我讲过吼。用伊的一个气力，安尼一个扫过就解决啦。伊是亲自付受代价，毋是干那口头讲的吼。咱正有人讲吼啊，讲的一本机啦，吼，讲的一本机啊，做的安那，做无一汤匙啦。咱的主耶稣伊是讲到做到，伊家己处理，家己甲你完美所有服务啦。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毋通感觉讲啊，这有也好，无也好，清清菜菜。你真真正正是得到这个活命，而且是对先知所有言到后来整个的代志的印证。而且这2000年来，耶稣基督救恩的改变，伫最最信伊的人中间发生。咱顶礼拜毋是听到老院长在做见证吗？吼，一个码头工人，吼，啊，若照伊的气力拍拼。啊！伫迄个码头，咱码头顶面拢有势力哦，吼，有势力才会当得到迄生理嘛，吼，啊，要坐即个会送要处理，吼。较早，阮故乡的亲人嘛，定定走去高雄港遐啦，高雄港遐咧做码头，吼，迄定来打杀杀咧，足严重的，迄若无细字吼，去互扫着风台尾，有时对船顶甲你车落海呢。啊，咱的老院长，伊的家族。因为老母的祈祷，这个生命得到改变。
你感觉这是一个偶然，还是讲一个奇遇吗？毋是啦，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伫即个家庭显明。即个快乐，伫无共款的家庭，拢有无共款的显示方式。总是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你有买无？你有想要得到即款的救恩无？那你要得到上帝奇妙的显明，就是伫你的家庭，伫你的亲人，伫你的囝儿世岁中间。咱顶礼拜咱的圣歌队有唱首诗歌，就是即个主题，为着听来降生，咱的主耶稣。其中有两段话真宝贵，伊讲：伊带着听，奉天父差遣，为着遐个相信伊的人，为着遐个相信的无相信的都准过水无痕啦。有相信的恁兜的恩典就满满。伊来到世上，互因官兵成做上帝的儿女，差就差伫遮啦听过福音的，可能足侪人拢有听到。看过耶稣基督故事嘛足侪，嘛有人迄个学者专门咧研究耶稣出世到底是真诶也假安尼研究够厉害的，就写足侪本册。但是呢，伊敢若单单讲你有相信无？你有要成做上帝恩典的囝儿无？都敢若差伫遮尔定。毋相信的人研究甲连天文地理伫美国有一个学派专门咧研究讲。即个历史的耶稣，科考圣经节到底讲这是合理无合理？耶稣到底真正行偌侪神迹？迄神迹是真诶也假？研究甲变博士就对啦伊教册拢毋免惊无薪水通领安尼。毋过可惜伊都无得到迄个画命，无得到迄真正诶画命。伊无愿意真正亲自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上帝诶囝。现是为。圣歌里唱的这首诗歌第二句，类似啦。伊讲伊带着听，奉天父差遣，成做人，成做人踮伫咱中间，咱通看见上帝独生囝的荣耀，充满恩典，充满恩典真理。伊成做人，才互咱通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伊咧做见证的时阵，伊咧传福音的时阵，伊无讲恁看到我，就亲像看到爸。上帝这个独生囝，伊亲自成做人，互你上，意思讲，互你会当接受的方式啦。你上会当理解、会当接受的方式，互你看。你看抑阁毋信，那只有就是安尼，信的人就得救无信的人就无法度。兄弟姊妹，愿咱今仔日这个圣诞的赞美礼拜。毋是为着咱富强教会互伊办一个闹热的活动啦，听，是你真正确信你得到这个救恩，你印证你是上帝的囝，你永远要得到这个无罪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但咱的主伊听咱，所以伊就讲出一句安尼，意思讲安尼绝对印证的话啦。你若信就要得到无分你我什么款的背景无分你我什么款的来历啦，就是你若信就要得到这个永恒的活命。愿主将这款的活命赏赐咱大家，互咱成做伊的囝儿。这个囝儿是世间上尊贵的身份，比你伫世间做什么王做什么迄个。官员做什么总统佫较大，而且这个身份永远袂无去的。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典甲阮同在，你的听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完完全全来实现。你听阮是阮若接受，就一切罪的罪拢要消除。你要阮将做你的囝儿，享受着永生的福分。主啊！因为这款奇妙的应允，而且互人感觉看起来假像无啥物特别，煞有真侪人甲伊疏忽去，有真侪人甲伊放弃，有真侪人看毋上面。主啊，阮意爱，我们验证主耶稣成做阮的救主，因为阮大家
知影耶稣基督有神圣的气力，带来完全的拯救。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姊妹煞接，咱要来吟修回应诗，啊，搁一遍来回顾咱的主耶稣降生迄个美妙。圣囝耶稣对天降临，咱坐咧吟就好。咱对歌词，搁一遍来回顾耶稣的出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间有罪人，天顶对归声来迎，阿罗圣主正罪咱人。哈利路亚，阿罗这声，你被切伊都是圣囝，为我罪人放下性命，你被上帝真正是听。第二节。耶稣降生，阮伫做来，无嫌地上卑微所在，天使天军作乐呼海，好听高歌流传万代，哈利路亚，耶和你被切伊都是圣囝，为我罪人放下性命，天父上帝真正是听。降生迄美红叶木者，做伙周期孤因。牛群，天使降临报应，知影去看救主面貌温顺。哈利路亚，阿罗最声，你被切伊都是圣囝，为我罪人。放下性命，天父上帝真正是听。留住消息传到东方，你也有负了吧话题，只为今次记忆真光。哈利路亚，阿罗最声，你被切伊都是圣囝，为我罪人放下性命，天父上帝真正是听。救主降生，爱人拢知，伊是真理活命道路，爱咱的高路向来，只有信靠咱主耶稣。哈利路亚，阿罗最声。天父切伊都是圣囝，为我罪人放下性命，天父上帝真正是听。兄弟姊妹，咱一谈短短的讲道，头一个，我要请咱为着家己。拄则咱读唱的这首诗歌，副歌讲：哈利路亚，阿罗一声，天父切伊独生圣囝，为我罪人放下性命，天父上帝真正是听。
咱甲主感恩讲主啊，你的独生囝为着我放下性命，互我得到真正的活命。我要感谢你，我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活命救恩临到伫我，互咱拢真侪伊真正的囝子。第二项，咱为着对顶礼拜到现今，咱教会举办10几场的即个福音的大会餐会，求主将即款的福音的种子也落伫每一位咱的 best， 咱的遮个无独有的身上，互因甲咱共款，做伙领受到即款的福音。咱来伫主面前甲主讲：主啊，互我有即个技巧，互我即个热情，将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分享互我的朋友。咱毋若是少年人，咱的兄弟团契有真侪的长辈，因足骨力去招人来，所以大人拢有份，甲主的救恩传播互因。第三，咱为着咱教会中病听兄弟来祈祷，求主耶稣基督的活命，毋若是互因得到迄个活命的确信，也带来身体的健康、医治甲头棒，特别也来带来心灵艰难困苦、有忧愁烦恼、受到生活来困境的兄弟姊妹中间，咱大家做伙开声也无开声，咱大家为着这事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你的圣神，做工是阮伫阮，愿你平安甲阮伫地，愿你圣神甲阮伫地，愿你快乐甲伫地，阮欢喜接受主耶稣做阮的救主。啊，耶稣基督，阮真侪你的恩典的饼子，阮也为着教会兄弟姊妹啊，真侪即个福音地会中间所传出的福音，侪侪人伊的心欢喜接受主耶稣做的救主。阮也求你保守啊，阮所有的快乐兄弟姊妹，阮欢喜为着主来做见证。阮也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求你亲自施了恩典，赐福默默伫咧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你，爸，阮的上帝，感谢你，阮通过圣乐队所唱美丽俄罗的诗歌，阮通过圣经，互阮即款美好的应允啊，甲印证。主啊，阮欢喜接纳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毋是口头上一款的描述啊定，是真正耶稣基督的活命进入到阮每一人的内心，时时更新阮，时时激励阮，时时提醒阮，也时时印证生命的快乐伫阮中间。也阮教会所推动这福音的事工，主你亲自甲伊成就，互这福音的果子真正紧紧会当得到成熟来收割。阮将教会兄弟姊妹肉体欠安的兄弟，伫病院咧接受照顾，也是接受治疗的、伫静养的，求你施落你的医治，就亲像主你所享受迄个活命快乐，更新伫因的身上，互因看见主你的医治临到伫因。为兄弟姊妹，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是工作侪得到困难，经济得到困境的，心灵得到侪的打击的，愿主你更新的活命也伫因的身上，带来信心、快乐、平安。愿感谢你，阮今日的敬拜，大大得到主你的应允甲感纳。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奉献。
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给大无比，我愿意献为你，奉献你这救赎，报答我主。阿门。谢谢。谢谢。会长司礼黄伟平长老，其他的服侍同工请家己看。咱看集体交通，特别第二点，咱即礼拜五，12月31号暗时8点，咱要举行今年的年终祈祷会。咱通过主祷文的反省，反省咱家己的信仰，咱也要伫这中间来感谢上帝一年的带领，以及对明年一年度的展望，咱未来一冬会当重新得到喜乐，这是真重要的一个礼拜，请兄弟姊妹得靠恁的时间来拄好，来拨这个时间来参与。第三，后主日正月初二，咱要举行新任的中级首长来就任的车牌。这中间长老胡信昌、叶志强、执事李伟文、华文凯、陈秋怡、杨宗和、胡哲豪、杨胜吉、戴婉如，九个团契牧区的这个小组长。主日校长龚玉凤，挂菜小组戴进和，鹰展小组韩启志，基顺小组张志奇，团队的团长新朋友廖秋平、高通、李伟文，来导团李慈宝、雅音、胡泽荣、nghệ体李宗哲、李宗杰，咱请这个要就任的兄弟姊妹要注意。那详时下主日，咱也要举行第42期大道勇士的车牌甲祝福，请大道团、大道勇士备办心吼。第5点，咱今年度特别结束咱奉献的部分，咱到今仔日要关销，所以若今年度要奉献，还未奉献，请咱伫今仔日爱做一个规日爱做一个奉献咱了对今仔日关销了后，后壁的奉献咱就会计算入去伫明年度过来国务区团契甲团队的过节铺设咱请伫正月初9以前送到办公室，过节要检查完要来审查。咱小将伫合会的资料明年2月份咱要举行定期合会，所以资料请咱会当伫正月16以前来交。这爱心午餐这来，这第3点伊有讲到爱心午餐团队要感谢兄弟姊妹热情参与要举行岁末迎春摸彩活动伫迄个12月26号、1月9号、1月16号3个礼拜日有参加爱餐的人拢要赠送一张摸彩券要定伫1月23号主日礼拜第一顿中间要公开抽奖，用奖品丰富使用，请兄弟姊妹大家注意第8点的第一个消息原本定伫今仔日卫生局要伫咱
楼骹遮做流感的疫苗注射哈，但是因为登记的人数不足哈，所以这个代志就暂缓。咱集体交通的迄个后壁面遮吼，咱教会真济门徒培育的部分的课程吼，我问兄弟姊妹，咱会当通过无共款的课程，拢会当得到造就。教会会哪开哪做无共款的方面的课程，咱会当适合无共款咱的兴趣，咱会当来尽量参与，咱的生命会当更较丰富，得到主的欢喜。咱请牧师来补充。咱即个介绍新朋友进前，咱的爱心团队队长啦吼，信昌长讲要搁甲咱强调一下吼，咱即马社会吼，讲便当愈来愈贵啦吼，咱即个爱心午餐煞愈来愈愈丰富，来遮，来信昌长，你有业麦搁伫遮，好。搁参书法班书法班的代志。各位这平安，爱心午餐报告吼，第爱心午餐的宗旨就是讲吼。咱各位大家一礼拜来，大家拢无用中间，各项的拄着拢也无共款。照着利用爱心午餐这个时间，尤其到大家拢领受牧师圣灵教导充满的时阵吼，毋通为着念伊要倒去赶囡仔便当，念伊咱中昼要食啥，即种的时间浪费。因为圣灵充满不简单，当我们每一个拢伫遮咧，还是话上帝话甲咱讲的时阵，这是伊的宗旨。过来就是特别是咱来摸菜呢，因为爱心午餐是属于讲简单、清洁个方便。虽然毋是讲大顿足青草的形体，但是介少吼物美佮价廉，确实有影吼。普通咱去自助餐食吼。果子拢差不多1、2块尔，爱心午餐的果子吼，佮几啊项安尼。但是一个甲大家报告的吼，为什么要摸菜呢？因为有11月份是感恩节，12月份是圣诞节。伫感恩节的时阵吼，我会干，阮团队的感觉就是讲安那咧。伫5月火载着英国一个清教徒吼，因要逃离英国的时阵，来到美洲遮。迄阵有1200几个，来到青所的所在，因拄着无通食，佮瘟疫，佮传染病，因1000几个都死到剩600几个。但是过当日，伊受到过当年即个段时间，伊受到印第安的族人甲伊帮衬，互因过当年都大丰收。大丰收了，因无卖起哩，因无互伊个疫情传染病去拍破。因阁共同组织，因为丰收上帝属于丰收的物件，大家组织伫遮咧感恩庆祝。伫要即摸彩的意思，就是讲，阮感觉着爱心午餐，伫阮的团队来讲，这是神的事工。感谢上帝眷顾吼，和科养。所谓科养，就是疫情不能打败。打坏或停止神的每一项事工，所以我们给他尊着考验。当我们让我们秉持了上帝互咱考验了，但是互咱秉持的信心，绝不会因为疫情而中断。无是来讲，一个活动来讲，你要停止足简单，两句话停止就足简单，但是这无影响上帝的话，这也无显出阮。爱心午餐的团队的精神，就是要互大家伫失去礼拜后利用礼拜了，大家会当互相关怀、互相分享来办即个活动伫咧。所以照着有年底的大家聚餐的时候，来想一个大家共同来摸彩，摸彩时间有3日，今天还有下次9号到16号到23号。刚才刘院长有
有在算时间，我希望院长能够参与我们的参会，谢谢。啊，伫这个时阵，互咱的爱心午餐的时间会当延续，会当有恁来食的时阵吼，互阮每一个志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咱多谢你，谢谢。好，多谢哈。特别提醒就是讲，咱意思讲，因讲已经举办6档啊吼，6档啊，一个要来做伙欢喜。若大家去食的时阵，摕到迄张的迄个舞台券，你写你的名就好。你也一半，落落迄个箱仔内就会使吼。拢总有3礼拜的时间，所以你有得到3摆抽奖的机会就对啦吼。好，对不起，我林清老师、林清长老有交代吼，咱书法班的进行吼。伫正月初9吼，书法班要登现场挥毫伫咱1楼的吼，由我们谢老师带领阮书法班的同仁吼，欢迎手字，欢迎你甲阮讨理啦，拜托你甲阮讨理，亲像爱心午餐，拜托你来甲阮用一下安尼，谢谢。伫遮迄个书法春联活动有一个春联活动啦吼，欢迎啦。伊的时间是元月9号的时候是10点半到12点半，阮书法班因为安尼时阵熬夜吼，拢咧练字啦，所以希望好歹吼，阮是拢做好诶，好歹的时阵，恁的参加就是阮上好的帮衬，和阮的上好的支持，谢谢。多谢哈。咱讨烦讨吼，等于爱打啦吼。所以爱打起来，感觉讲新春吼好我来做一个介绍吼，咱就要来结束。咱今仔日真欢迎，咱有2位新朋友来第一是郭富美姐妹，你遮无？来拍拍欢迎你哈，欢迎富美姐妹哈，欢迎你。佫一位是刘怡芬姐妹，你遮无？来欢迎2位哈。因拢有来参加小组嘛，有开始来参加咱这边的圣诞餐会吼，咱祝福望你常常来吼。今仔日佫有一个上大的贵宾，什么贵宾呢？就是真正是亲像婴出世吼，就是咱的这个英智甲燕霞所生的查某囝，叫做洪新月，来抱孙来头前，来，来阿嬷来头前，哦，感谢主，新月吼。咱请贾牧师来帮忙，咱甲祝福一下贾牧师，来，贾牧师照抱一下，来照，贾牧师你过来，袂使哭的哦，袂使哭的，好，来，咱为着这个洪新月小朋友洪新月小朋友来甲祝福祷告来祝福祷告，大神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伫这个家庭英智甲燕霞。因2个上帝赏赐一个古水的婴仔，洪新月小朋友，感谢主，伊今仔日头一遍来到圣殿，就亲像耶稣出世，迄个古水健康喜乐，充满了上帝的疼。我若求主将这个疼赏赐伫这个细囝的身上，互爸母咧养饲，阿嬷咧照顾，拢真正平平安安、健康来成长，赏赐智慧，赏赐快乐，赏赐信心，特别。因成长过程中间有美好信仰的培养，愿上帝恩典伫这个家庭中间，互因更加感受到上帝你的同在所带来的快乐甲祝福。搁一遍将这个细囝奉献伫主你的面前，求你亲自保护引带，互伊将来大汉了后，会通继续持续这个美好的信仰，也祝福伫这个家。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细声拍破，甲鼓励一个。好，先回座。伫咱结束之前，我一2项搁提醒就好啦吼。头一项就是讲，咱拄则有报告讲，这个卫生局吼，因为咱顶礼拜突然间讲吼，报名的伤少，所以伊讲无要延到1月初9，搁2礼拜后吼，1月初9，你会当招较侪人啦吼，包括社区的朋友，因为这个预防社真足重要。咱即下咧预防迄个新冠肺炎吼，爱注意流感吼，50岁以上的搁参国小以下拢会当来做安尼吼。搁另外一项就是请咱后礼拜吼，咱即个敬拜团甲圣官伫准备一个咱后礼拜要
改唱迄个祈祷回应诗是332首，耶稣就记得我安尼，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上帝连伊独一个囝，拢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无，反正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疼世间。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连伊独一个囝，拢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无，反正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疼世间。约翰福音3章16节。除非我来甲搁一遍，咱来甲迄个圣歌队说多谢者，咱多谢圣歌队美好的歌声、指挥、独唱甲司琴拍拍者。感谢多谢，因还阁要唱第2场哦吼，为着因祈祷，有美好的歌声引带咱敬拜上帝，多谢。上映咱做伙起立来唱68首。咱吟2节就好，2节就好。主耶稣放下你我命困忧，为着我甘心点对酒。总是逼你行，客观无所在，行也只我自己来，请来入我心，主耶稣，伫我心有位做保障。圣城门大开，情地在임시。地无团主做王为伊，总是主降世，微微点地酒，香香的吹出模样，请来入我心，主耶稣，伫我心有位做保障。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施恩、因带赐福帮赞，甲咱正大家三国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拢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来庙道闭会。你先讲过，这个红包要互伊的，无啦，这到会，到会。真多谢，咱大家互相祝福，讲圣诞恭喜，耶稣听你，好不好？来，互相祝福，圣诞恭喜，耶稣听你，哈。咱10点50才有爱餐哦，哈，10点50，咱10点50才有爱餐，大家平安。